咱再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中部以北马祖有较大阵的雨，而且嘛有机会出现单雷公、强阵风，也若高温部分因为落雨关系有小可降温。咱来看分图。今仔日受方面的影响，中部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，嘛有机会出现大雨，出现较激烈的天气形态。也若过昼了后，各地山区嘛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。因为落雨关系，所以今仔日的高温无昨昏遐尔悬啊。北部宜兰、花莲高温是29度至30度，也若中部和台东高温是31度至32度，南部的高温也搁有30度至34度。只是讲，不离个伫南部瓦近山区的所在，高温也是有36度左右。另外，下暗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，所以伫北部宜兰、花莲温度会搁再下降。拜五的时，高温敢若剩20度尔，和昨昏是差真济，乡亲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